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雪毛嘅 channel。今日我哋嚟講下呢個新開放嘅奧菲奧遊戲。奧菲奧遊戲呢，其實就係我哋平時玩嘅狼人殺啦，不過就係第5人格版本。咁首先我哋介紹下有啲咩玩法啦。首先有6人同9人嘅。咁9人呢就會有3隻狼啦，即係佢而家所稱嘅幽冥陣營啦。之後一個生死之間，即係一個普通人啦，同埋有5個人間陣營，即係有技能嘅人嘅。而6人呢，就係有2隻狼啦，3個有技能嘅人啦嘅好人啦，同埋1個普通人嘅。咁我哋即係要介紹一下咯。幽冥即係狼人呢，就有3個技能嘅。一個呢，第一個就係普魯托啊，即係普魯托係可能死之前 feel 到自己下一個可能準備要俾人投走啦，咁就可以連住一個好人，咁人投走咗嘅時候，另一個好人都會同時俾人投走啦。第二，天真的幽靈，咁佢夜晚黑可以用呢個技能，咁第2日可以直接取消咗投票環節，咁樣就可以避免大家投佢出去啦。例如果天真的幽靈 feel 到大家可能已經知道咗佢就係狼，佢就係幽冥，咁佢就可以喺當晚通知大家，就係話聽日嘅投票環節係會 skip 咗咁樣咯。第3個自私的牧羊人，佢就係一隻普通嘅狼啦，不過當預言家即係奧菲奧查自己身份嘅時候呢，佢嘅身份係會顯示為非幽冥陣營嘅。而人間啦，即係有技能嘅好人啦，係啊，帕爾什福尼，其實係昆蟲學家啦。咁佢每晚就可以派一個昆蟲出嚟保護一個角色啦，咁嗰個角色就唔會死啦。第2，怯懦的牧羊人啦，就係佢有一支毒藥同埋一個治療藥，咁即係 basically 係狼人殺嘅女巫啦。咁佢可以夜晚使用嘅，同一晚唔可以用2種藥劑，咁即係佢可以救一個人或者殺一個人啦。傲慢的牧羊人就係佢俾人摟走咗之後，佢唔會出局啦，佢會成為第2個生死之間，即係成為第2個普通人，然之後繼續喺場上面繼續講嘢，但係唔可以參與投票。第4個憤怒的幽靈呢，就係獵人啦，咁佢俾人摟走出局嘅時候就可以帶走場上面嘅一個人嘅，但係如果佢因為毒藥出局嘅時候呢，就唔可以發動啦。最後第5個奧菲奧，啱啱都提及過啦，奧菲奧就係預言家啦，咁佢每晚就可以查驗一個角色究竟佢係狼人定係普通人啦。但係如果佢查驗自私嘅牧羊人，即係前面我哋所講嘅幽冥嘅其中一個呢個嘅時候呢，佢係會顯示佢係好人嘅。咁生死之間就係普通人啦，就係如果當場上面冇晒生死之間嘅時候呢，咁幽冥陣營就會贏咗啦。所以生死之間係要超級保護自己嘅。咁我哋今集呢個奧菲奧遊戲講解就差唔多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叮叮鐘啊，拜拜。